台语一年长，愈讲愈认同。大家好，滚边。大家好，我是小杰。顶礼拜吼，咱是甲一寡台语的词，来解说伊的意思，来个造句出来。有的观众朋友感觉袂歹看，所以咱即礼拜吼，咱过来试看卖。这道吼是为咱华视台主播伊的单元内底叫做台语字真趣味内底伊教过的词，咱赶快来解说伊的意思。哇！所以唔对的话吼，音乐顶吼就甲你带落，尻川甲你带落去。你可能是代理的。所以咱伊教过你袂晓，安尼袂使呢。对啊，所以咱一定拢爱全部过关，吼。好，咱来看第一类吼，第一类吼，开始哦。第一类是啥？倒口正。倒口正下，好来什么意思？这个换你先啊。我先哦。意思是讲吼，共拍。就是讲，一个物件爱拆两层皮的意思，敢是这个意思？不是？咱定咧讲口舌嘛，就是讲咧讲口舌，给强调迄口舌。哦，就是口舌意下宾主。一开始有一条要要这个意思，要唔过我想讲，敢会这么简单？就可惜的。系啊，用唔对去啊！哎呀，来你来做句。好，我做句一个。小明吼，伊即礼拜佫袂记你早功课来教啊，已经过6礼拜啊。老师吼就甲伊叫到全班的面头前，对伊倒口正写讲吼，你安尼学习吼，真正是写恁老爸老母的名字。哎呦，这么严重哦！是讲考试啦，要唔过你讲你袂晓这个无要紧，要唔过你会晓考试，安尼就会当啊，你会晓考试这个词就会使啊。我是讲你会讲你会晓甲人考试。好来，后一个，好来后一个哈。操心必白，迄是一礼拜。操心八百，台语安尼写，操心八百。什么意思？一定是咧讲吼，亲像爸母啊，定定我无倒去厝的看，就对我操心八百，对无？对，你好对啊，毋是好对，你知影？我知影。这一礼拜，所以我嘛多有看到，伫临时抱佛脚的时候，我有去看，有去看到。好来，后一个。孤乐闭塞，就是一寡孤乐闭塞的代志，人就阿杂的，对。这代志孤乐闭塞，唔是大代志。这做简单嘞，这简单嘞。这可能是阮较早。你开头讲的孤乐闭塞这个词吼，你要用华语来讲，就是狗屁倒灶。前礼拜哈，这是不是小兵单？唔免去换这个，简单咧甲出一个。啊，多好毛讲的孤乐闭塞，算讲考古题就对啦。考古题，后一个。看古落人，看古落人，也是讲看古落人拢会使。看古落人什么意思？我唔知呢。我有看卖哦。有一句叫做“牛开到北京”嘛，这可能是。北京嘛是牛。嘿，这可能是看古看去台南。嘛是牛。嘛是牛。并没有。我看你完全用唔对去啊！什么意思啊？人是迄个人头嘛，看古落人就是甲人骗去钓钓的，受骗去甲人骗入去限制的款。来做一句。大家吼去网络顶悬吼，一定爱细字，莫定定看到什么群组就加入去，去用看古落人骗财安尼。会使。安尼是啊。来，后一个。爱定。你说谁我都袂晓啊。定，什么意思？换你啊。我唔知啊。什么意思？定。人足客，较早朝代有做过这个。意思是讲吼，人足客，人足济，人客较足满。譬如讲吼，我去阿妹演唱会时，定。人足多。人够济，要演唱会结束了后，爱开1点钟的时间，较行出会场。哇，安尼人足多。对，后一个。看头看面啊！看头看面啦，最简单的互你。看头看面，就是咧讲一个人足硬面的，足戆的。所以吼，你也看一个人吼，感觉伊看起来吼，戆呆啊，你就要用看头看面。来，后一个。手洗牙管，哎呦，这就简单来。对啊，比如讲一个人做唔对啊，要祈求别人的原谅，就讲拜托这位老大，你手洗牙管，佮互我一点仔时间，我一定会甲钱先互你的。会使。手洗牙管哦，这就定，大概伫可能本土剧啦，啊无就是迄种古装剧啦，定就会听到。大人啊，你就手洗牙管啊。对。就是安尼。来，后一个。起舞起厝。我拢听
起楚楚较济啦，起起楚楚起舞起楚。伊就是讲吼，敢若甲人讲迄种足细声的悄悄话啦，讲秘密的时阵吼，就伫遐起舞起楚。譬如讲老师伊上课时讲啊，恁两个认真上课好无？莫搁伫遐起舞起楚咧讲啥，讲互大家听。好来，后一个拍铺仔羹。铺仔羹，拍铺仔羹的意思吼，就是讲吼，迄个羹足细。哦，感觉咧？无啦，我袂讲诶。拍铺仔羹什么意思？天拄啊买羹的时阵，拍铺仔羹啊，拍铺仔羹就是讲吼，天打光的时阵，迄个太阳吼，伊当为迄个山顶安尼起来，爬起来，爬起来迄个时嘿，画面。就叫做拍铺仔羹。嘿，透早拍铺仔羹，阮阿公就起来做菜，就是这个意思。好来，后一个吼。酥圆地饼，伊即个词的意思吼，就是讲一个人伊咧超代志的时阵吼，会使较有家己的主张的，会使就是较照家己的心意，就去做代志。搁另外一个用法，你譬如讲吼，这个人吼做啊工人，酥圆地饼，讲公亲的，就敢若咧讲咱的李长伯啊，共款。嘿，李长伯啊，嘿，就是做到敲物件，安怎敲安怎成功，嘿嘿，这个意思。啊，刚个有啊，无啊，这较多讲过哦。就倒考架下跳考。我落下啦！这礼拜真困难着。好啦，因为今仔日这个事吼，真正是台语字真趣味内底教过的。我跟你讲，这足困难的哦，这全部的事拢足困难的哦。安尼无要紧啊，无要紧啊，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台语真冷冻，拜拜。